伫中央甲地方的经费合作，一里一活动中心的目标，伫台南正一步一步落实。除了成为里面休闲娱乐的场所，嘛是充满人文气氛的艺文展演空间。以北区大和社区活动中心为例，伫启用一档后，伊的多功能先呈现伫第一场大型的在野嘉年华，其部分年龄拢来这个舞台展现学习成果，场面盛大热烈。现在活动中心跟以前差距我觉得蛮多的，尤其现在多龄化之后，更可以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技能。这样的一个社区环境，最主要就是要带给我们的市民的幸福感。那更重要的，也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在平常的一个休闲的时间，能够到活动中心来参加一些课程，或者是来参加一些歌唱的一个才艺的一个精进的课程。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心的最大效益呢，最大的功能就是让提升我们的一个市民的一个生活品质。早期活动中心主要是提供民众集会甲各项公共事务，不过随着时代进步，民众的需求不断增加，活动中心已经朝向民众终身学习、艺文的展演以及社区福利服务的多元化。其中规划市民学院，嘛是活化空间甲优质化一环。以南区立新里活动中心为例，就结合盐埕地区以盐作为主题，邀请精心会计老师甲民众家己动手做精油盐锭，去每节里面到场参加，区长嘛亲身体验。市长非常支持我们活动中心的一个活化课程，所以我们今年局里面也核定我们6个里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市民学院，然后透过市民学院的课程安排，让我们的在地所有的里民可以就近到活动中心来学习相关的一个课程，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我们台南市民够幸福的，来到这活动中心里，加那个做宽广的，还有冷气吹，还有各个姐姐妹妹，大家都很亲切、很热情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所以我会继续来上课。活动中心为迎合后疫情时代无接触支付的消费新趋势，但市民政局嘛打算今年9月将组织活动中心采取24点钟线定缴费服务，免去民众爱到柜台申办的无方便，提供更多元快速的缴费方式，并借此增加组织意愿。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